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也不会杀龙小弟的。可你也答应过我，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一心一意对我。欢梅，其实你昨夜走了，就不该回来，不该给我希望，又马上让我绝望，不该把我最幸福的一刻变成最耻辱、最伤痛的时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朱哥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别杀他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去拜堂成亲。她不能回去跟你拜堂成亲，她要是嫁给你的话，那就是对朕无情，对你不忠，更是对她自己不仁。玄烨，你不要为难一个女孩子，你有种来，可否有种跟我决斗？论武功，朕远非你的对手，但你我的身份又不是江湖的寻常莽夫，怎可以武定输赢？若你我争的是天下，自然不该以武论输赢。但现在，我们争的是一个女人，则你我的身份，不过是世间一寻常男子。爱新觉罗玄烨，拔剑吧！我就站在这里不动，只用一双肉掌与你交手。你若能逼得我双脚动一下，就算你胜，我和易欢的婚事取消，你带他离开。你若是败了，我也放你一次，让你离开。我带易欢回去继续我们的婚礼。是男人，就接受这次挑战，否则滚回你的紫禁城，做你的八面威风的皇帝。但是，你再也没有资格以寻常男人的身份来跟我抢易欢。好，那朕就接受你的挑战，与你决斗。你疯了吗？你肯定打不过朱哥哥的，你快走啊！儿，自8岁起，朕就只能是一个皇帝。但是朕现在想任性一回，做一回世俗男子，去真真正正的跟朱慈轩来一个决斗。若是输了，朕也绝不后悔。朱哥哥，三师傅说你这几天都不能与别人交手的。康熙都应战了，难道我还怯战不成？欢梅，这是我们2个男人之间的决斗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朱哥哥，玄烨，动手吧！龙小弟，朱哥。龙小弟，龙小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2个别打了！玄烨，你现在明白了，做皇帝，你或许比我强，但做男人，你永远比不上。所以，你还是认输吧。绝不认输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千万别杀了龙小弟！朱哥哥，龙小弟，千万不要杀害我的朱哥哥！朱慈轩认输了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醒醒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醒醒啊！朱哥哥，朱哥哥，朱哥哥！花儿，他已经输了，你跟朕走吧。不，他是因为我逃了婚，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了，他私下放了我，犯了蒙规，所以受了鞭刑60下。现在和你决斗，又加重了伤疾，否则在平时，纵使有10个你也打不过我朱哥哥的。朱慈轩身受重伤，还要跟朕决斗，如此意气用事，怎么能成就大事？
那你呢？孤身一人前来寻我，难道不是意气用事吗？婉儿，朕不是意气用事。出来吧！皇上。原来你早就安排好了。婉儿，朕想做你的男人，但是朕更是大清的皇帝，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意气用事。倒是朱思轩，明明受了重伤，却还只把心思用在你我二人之上。他过来的时候，没有发现林中有埋伏。那你现在想干嘛？你想杀了我朱哥哥吗？婉儿，朕不想骗你。你和朱思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你今天不跟朕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思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有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你若是跟朕回去了，那朕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！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龙小弟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永远不会杀他们的，你不能出尔反尔啊！不是朕要杀他们，是你们的奸细把他们出卖给太皇太后，是太皇太后执意要杀他们，朕也是迫不得已。行刑！师叔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我没事，做了个噩梦。先下去吧。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现在是不是很恨我？以为我无情无义地抛下了你，跟着康熙走了呢？你和朱思轩，朕必须带走一个。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走的话，那朕会将朱思轩带回去打入天牢。只要太皇太后在，朕无法保他不死。但若是你跟朕回去了，那就可以将他留下。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你这根本不是在跟我赌，你这是在逼我！这就是在逼你，因为朕输不起，朕不能没有你，朕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嫁给朕最大的敌人。朱哥哥，我没有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。我一来是为了救你，二来是为了查清龙小弟为什么能对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我们明珠谷是不是还有奸细？你能原谅我？是叔姑娘。
今天他就是真的病了，抬也给我抬到慈宁宫去。这大胆！奴婢给皇上请安，皇上急下。传太医，这刘嬷嬷，你的胆子很大呀，居然敢对世淑姑娘如此无礼！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是太皇太后，她要宣世淑姑娘去慈宁宫的，请皇上恕罪啊！好了，你去回禀太皇太后，就是世淑姑娘病了，等她病情好转了，朕再陪着她去给太皇太后她老人家请安。是。